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11月初5，旧历的10月初9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：台北股市冲真悬，投资人士笑嗨嗨。因为这个股市会期相起，再加上大商的资金回流，台北股市昨大起超过100点，收利1万1556点，嘛是史上第一届冲破到市值38条的大关。再起开盘无偌久，台北股市阁来冲破到1万1600点的关卡。台积电、鸿海甲大立光嘛是三王齐起。今仔日的台北股市上尾也是起87点，以1万1644点来收盘。过半面看过是喜气洋洋，初五的台股冲的行情，股王大立光开盘价是4600。台港大厂鸿海嘛伫外资的进驻，开盘价是90，表现袂歹。若是关龙台积电的，伊开盘价是307.5，嘛应验创办人张忠谋所讲的，股价破300块的关卡，无意外。关于台积电的问题，你们问台积电。虽然伊无正面回答，不过台积电的表现，外资普遍看好，台商回流资金嘛促成最近的台股好表现。台商回流的资金又造成了，就是说台币的升值。那台币的升值呢，又吸引到外资在回流，所以就变成说台商的资金跟外资的资金呢合流起来的，所塑造出来一个资金行情。11月初四台股总期待是头一次破38条，台积电的期待挑战8条，鸿海期待是破1.2条，大立光、国泰金的期待拢徛上6000亿，两头关台股。拢领军化起，投资人嘛非常期待，所以台股是毋是会当搁再突破创新高？